每天，當呢個承載住700萬人嘅國際海港進入一日嘅忙碌，海亦跟住忙起上嚟。一灣之隔，偏然世外，岩岸上、水岸邊、海底下，千百種水生物怡然安居，亦開始新嘅一天。呢度係香港大鵬灣。大鵬灣位於香港東北，遠離西北珠江水流影響，海洋動力令其含沙量更低。印洲塘係一個好多大大小小嘅島仔組成嘅環境啦，有香港小桂林嘅美譽啦。今日嚟到呢個就係叫吉澳啦，咁係印洲塘其中一個小島嚟嘅。咁我哋附近可能望到鴨洲啊、東平洲啊，或者係一啲村落，好似荔枝窩啊。作為本港最大嘅水質管制區，水質一直維持優良，並大致達到100%水質指標達標率。政府部門同民間義工團體致力投入淨灘活動。政府利用無人機定期巡查，喺所有魚類養殖區定期監測水質。印洲塘係俾好多島包圍住，係經常個海面係比較平靜嘅，配合翻藍天白雲，咁就會變成一個海天一色嘅景象。自1998年起，港深兩地攜手擬定大鵬灣行動計劃，長期共同應對海洋環境事宜。每一年，香港漁護署都會進行珊瑚礁普查。大鵬灣一帶嘅水域咧，其實係香港咧生物多樣性最豐富嘅地方之一。咁除咗海洋生物之外咧，海洋生物賴以為生嘅棲息地咧亦都非常之多嘅，例如話有紅樹林啦、珊瑚群落啦、岩岸啦、沙灘等等。咁呢啲唔同嘅生境咧，就為咗唔同嘅海洋生物咧提供咗個好啱、好合適嘅居所。咁所以呢個水域咧，其實喺生態學嚟講咧，非常之重要嘅。大鵬灣水域涵蓋多個本港主要珊瑚區，當中孕育着多種珊瑚礁海洋生物。政府喺海岸公園內設置定泊地點及機動船隻禁區，規範船隻下錨地點，防止船隻進入淺水珊瑚區，避免船艇活動影響珊瑚、潛水及浮潛人士。漁護署推行人工魚礁計劃，以增加漁業資源，保護育苗區。東平洲、印洲塘係呢片水域嘅兩大海岸公園。香港喺90年代頒布海岸公園條例，進一步保育生態，推廣環境研究及教育。香港地質公園範圍內嘅赤洲更首次發現恐龍化石，為香港古生態研究提供新證據，意義重大。政府喺大鵬灣設立新魚類養殖區，設於水流更理想嘅開放水域，並採用現代化水產養殖設施同技術，推動漁業可持續發展，令養殖業更環保。2023年，一幅海岸線上嘅千里江山圖喺網絡上走紅。我覺得嚟到香港唔止係要感受呢個城市嘅風情，更應該嚟睇下香港嘅戶外，香港嘅一些郊外，睇下香港嘅海，去感受下香港嘅自然美。呢度係香港最東端嘅東平洲，層疊嘅頁岩同青色嘅海水交錯，如同雲霧繚繞嘅群山，引得遊客紛至沓來，只為與江山同入畫。喺東平洲我可以離海好近，當我想去觸摸海嘅時候，就可以走到沙灘邊或者走到海邊。大鵬灣屬於北部都會區藍綠康樂旅遊生態圈之內，既有世界級嘅地質自然風光，更滿布人文歷史足跡。
喺荔枝窩、吉澳以及鴨洲跳島遊，沿途探索新界東北淳樸嘅漁村同客家風情。喺水上活動中心揚帆或划艇，郊野公園、營地等星羅棋布，點綴喺海岸線上。豐富嘅濱海文旅資源，讓都市人拋卻煩憂，享受偏然世外嘅寧靜。香港大鵬灣，水清灘靜，魚鉤長集，人海和諧，如同南海邊陲展開嘅一對翅膀。我覺得香港嘅海乾淨、清澈而且藍，好似玻璃一樣，永遠嘅透明，永遠嘅清澈。守得一方，彌足珍貴。市民大眾識得欣賞海洋生物嘅時候咧，佢哋先會慢慢開始懂得保育、懂得保護海洋生物。擁立一片美麗海灣。